几年前，东突厥斯坦和田区莫伊县的一名叫艾利阿卜杜卡迪尔的公交车司机带他的母亲去了朝觐。他们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然而在他返回后，他被警方任意拘留，没有司法程序和审判。他的一位狱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艾利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并被迫承认他曾经联系过外国恐怖分子和分裂势力。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监狱里有10个房间专门用于折磨，囚犯在那里审讯，24小时可以听到哭声。汉族人讲述被关押在维吾尔儿童的艰苦处境，他们缺衣少食，被冻得瑟瑟发抖，还被老师同学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监视。因父母被关押在集中营而成为孤儿的维吾尔孩子们的命运牵动着人们的心。韩东采访了东突厥斯坦的一名汉族教师和几名汉族学生，他们描述了这些维吾尔孩子的处境。学校要求汉族学生1对1监视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学生们管这种方式叫结对子。表面上说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其实就是监控他们的行动和思想情况。在学校的灌输下，这些汉族孩子已经把他们无辜的同学当成了潜在的恐怖分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暗示下一轮谈判可能不会如期在9月初举行，这令外界更加怀疑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我们将拭目以待。特朗普说，我们将看看是否在9月继续展开会议。特朗普认为，对中国征收的额外关税的经济价值是由中国支付的，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支付的。特朗普表示，北京已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压低了本国货币的价值。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于8月9日晚抵达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希望得到中方在可什米尔局势问题上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严重关切最近在查谟可什米尔地区发生的事情，并称不应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行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决定关闭被称为酷刑中心的加斯克监狱，该监狱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巴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决定关闭被称为酷刑中心的加斯克监狱。内政部也就此问题发表了声明。内政部强调了米尔吉约耶夫上台以后所取得的法律改革和人权发展。内政部将该决定描述为历史性的。分享友谊、爱和未来，分享痛苦和孤独，让我们感受最温暖的友谊和团结。作为维吾尔电视，我们庆祝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古尔邦节快乐。